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rgo。你知唔知道香港人點樣喺台灣申報所得稅呢？只要你喺台灣有工作、有收入，就算係學生，工資未達標，或者有參加比賽攞獎金等等，都需要申報。而所得稅申報呢，時間係每年嘅5月1至到5月31號。因為申報呢，並唔一定要俾稅，亦都可能會退稅俾你。而且有啲公司啊或者比賽啦，佢哋會預先呢幫你扣稅，所以你要申報先會知道呢可唔可以退稅同埋完成退稅嘅流程。申報嘅時候需要準備讀卡器、自然人憑證或者健保卡、扣除額憑證，例如係租屋嘅錢、捐錢、保險費等等，亦都需要附上證明，例如係收據嘅正本、銀行存摺、收入明細等等。自然人憑證嘅申請方法就可以睇我另一啲教學嘅影片。健保卡記得要用讀卡器開通網絡嘅功能，只要喺健保卡網絡服務網完成註冊就可以用㗎啦。準備好之後就可以選擇網絡申報，去到外僑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嘅網頁。申報嘅軟件建議大家用線上版，佢會有4個選擇俾你去做身份嘅認證，而建議大家使用健保卡或者自然人憑證，因為使用電子憑證就要去銀行申請。使用統一證號或者居留證嘅話，其實都係要先用讀卡器完成咗線上註冊，開通健保卡嘅網絡功能先至可以用。所以不如就直接用健保卡或者自然人憑證會比較方便。呢一次嘅影片就去到呢一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，亦都歡迎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。如果想知道其他更多嘅資訊，除咗記得 like 同訂閱，亦都歡迎喺影片下面留言，等我知道你哋想知道嘅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